今仔日开始到拜三哦，拢是好天，正热热的天气。中南部地区温度上悬会到32度，因为透南风，所以厝里拢会湿湿。伫即礼拜四开始，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温度就会较降低。北部阁有东部地区会落雨。北一中昼台北市日头正炎，是通穿短袄的好天气。到拜三之前，拢会是这款的稳定天气形态。中南部甚至通到32度。中央气象署也提醒，这几天透温暖的南风，中南部的民众要注意厝内的湿气。在风向上呢是比较吹一个偏南风的情形哦，所以呢，在像是金门、马祖地区以及在西半部，可能是有一个局部或低云影响的一个情况哦。另外反潮呢，也是因为在房间可能在气温上面还没有比较回升的情形，然后遇到比较暖的空气，所以会有一些反潮的现象。那可能在周三之前呢，在气温比较偏高的一个情形之下，可能在反潮或是局部的情形都还是会持续。伫台北市西门町一花灯拢打好势，就算是透中昼，也是有民众欢喜的翕相。拜六就是元宵节，那民众要出门看花灯，就要注意，因为拜四开始天气就会有变化。周四这一天呢，随着锋面逐渐南下，在温度上面会有比较稍微下降的一个情形。不过，要随着锋面通过之后，东北季风南下，到时候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。红色线的一个北部地区大概在周四到周五这一段的时间，会有大概落差大概10度左右的情形。周六的话，主要就是以东北季风的影响为主哦。那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，可能到了入夜之后，其实大概的温度都是落在可能在14到16度左右的一个低温。那另外，在迎风面的一个桃园以北地区，可能是比较容易有短暂雨的一个情形。中央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拜六元宵若要出门看花灯，除了爱穿雨袖，这方面的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受东北季风影响，会有局部的降雨，建议民众就要早雨伞。记者郭明祥随台北报道。